从他的外表知道他今天的心情怎么样，是一欢喜还是冬天。你一定要关心他，所以一定要用到亚一发。然后了哦，你欢喜吗？你欢喜吗？你欢喜吗？你高兴吗？现在去看看怎么用这句话。来，你欢喜吗？你害我抽摇一下，把我吓一跳。还抽痒一下，吓一跳嘞！我才担心你嘞，你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哎，一个人盯着天花板在那边，你疯了？我给你讲个秘密哦。什么秘密？好脸，金子。不过是一条很普通的汉链项链，跟一个很普通的金子戒指，有什么好笑那么开心？我男朋友送我的，正常。他跟我求婚了。啊！你男朋友跟你求婚了？哦，你终于等到了耶！哎，所以你很快就要当人家的不用老婆啊！哎，你欢喜吗？你高兴吗？要知道。好了，看你这么开心的样子，我看你是很早就想嫁了吧？可是你觉得我要不要嫁给他当我的朋友？当然 OK 啊，这是件好事情，而且你等了这么久，应该马上答应他，嫁给他，当他的母娘老婆。我也这么想哎。复习时间，吓一跳，抽痒一下，抽痒一下，戒指，金子，金子，项链，拍链，拍链，你高兴吗？你欢喜吗？你欢喜吗？妻子，母娘，母娘。好正耶，客家 B&B，本人客家，中啱嚟講客家話。